有一个救主出世。耶稣的故事 ，Frank C. Laubach。第一册，耶稣的降生甲事工，耶稣的故事，圣经的重述，读者 Frank C. Laubach， 翻译者戴海伦、苏慧清。第一册，耶稣的降生甲事工，出版者浸信会文字出版部。台湾斗六镇第4号信箱，宣印者台湾宣道社，台湾大二市103号信箱，1965。真言，耶稣的故事这本册是 Dr. Frank C. Laubach Sr. 写的，拢总分做第1、第2甲第3册。伊写这3本册的目的是要帮助初学8字读册的人。Dr. Laubach 是一位掠写透全世界的语文专家。早伫1930年，伊就伫 Philippines 开始伊的工作。伊头先帮助准备一种语文的8字初学册。为这了后，伊接到一张 Philippines 教育部长写的介绍批。自安尼，伊甲 Philippines 听透透准备了20种无同语言的课程。1935年 ，Dr. Laubach 红某旅行过真济国家，包括 Singapore、India、Egypt、Israel、甲 Turkey， 伫各所在拢有编写各种的8字初学册。伫英国的30年中间 ，Dr. Laubach 带头的8字教育工作会达伫96个国家工作，而且用274种语文帮助准备较快教授的课程，通好互更较侪人会当学习阅读。这本册已经翻译做100多种语言，或者已经完成了基本的8字初学的人阅读，互因有能力去读四福音。因为因已经介绍四福音当中的故事甲神迹，这本册拢总有3份册，就是源于 Dr. Laubach 的英文本耶稣的故事改编成的。这3本册是为非常简单的故事当中开始，字类是有限的，普通读课未超过10个神字，而且阮常常尽量伫课文当中教大家神字使用误解。介绍伊好通互读者完全的熟悉。阮的目的根本忙就是顾着这本耶稣的故事，互侪新的读者会当学着较高的阅读能力，因会当阅读甲欣赏神的话。浸信会文字出版部。第1课：玛利亚真实的故事。这是玛利亚真实的故事。这是天使真实的故事。玛利亚看到一个天使，伫伊的厝内，玛利亚看到一个天使。天使讲：玛利亚，你要做老母。玛利亚，你要生一个囝，伊的名是耶稣。玛利亚讲：我无丈夫，我袂通做老母。我无丈夫，我袂通生囝。我无丈夫。天使讲：你通做老母，你无丈夫，总是你通做老母。天使讲：你无丈夫，总是你通生一个囝。上帝要互你一个囝，上帝要互你伊个囝。天使讲：伊个名是耶稣，耶稣是上帝的囝，你要做耶稣的老母。玛利亚讲：我无丈夫，总是我通生囝。上帝要互我一个囝，上帝要互我伊个囝，伊个名是耶稣。耶稣是上帝的囝，上帝做伊的天父。我无丈夫，总是上帝是我的囝天父。玛利亚唱讲：我的囝的名是耶稣。玛利亚唱讲：我要做老母。玛利亚唱讲：我要生囝。玛利亚唱讲：伊的名是耶稣。玛利亚唱讲：
耶稣是上帝的囝。这是玛利亚真实的故事，这是天使真实的故事，这是耶稣真实的故事，这是上帝的囝的故事。第二课，约瑟带玛利亚去伯利恒。这是约瑟的故事，这是玛利亚的故事，这是伯利恒的故事，这是弟仔耶稣的故事。约瑟看到天使，天使讲：约瑟，你带玛利亚入你的厝，玛利亚要生一个儿仔，带伊入你的厝。上帝要给玛利亚一个儿仔，上帝要给玛利亚伊的儿仔，上帝要给玛利亚耶稣，带玛利亚入你的厝，玛利亚要生上帝的囝，带伊入你的厝。约瑟讲：我要带玛利亚入我的厝，玛利亚要生一个儿仔，上帝要给玛利亚一个儿仔，上帝要给玛利亚伊的儿仔，我要带玛利亚入我的厝。约瑟带玛利亚入伊的厝，约瑟讲：玛利亚，咱来去伯利恒，咱来去伯利恒报名，咱伫伯利恒就报名。约瑟带玛利亚去伯利恒报名，因去伯利恒报因的名，因伫伯利恒报因的名。约瑟伫伯利恒找无厝，伊找无厝通住，伊找无厝，互玛利亚通住。约瑟找到一间马寮，伊找到一间马寮通住。约瑟讲：咱无厝通住，咱通住这间马寮。约瑟带玛利亚去住马寮，玛利亚住伫一间马寮，约瑟住伫一间马寮。伫马寮，玛利亚生一个儿仔；伫马寮，玛利亚生耶稣；伫马寮，上帝给玛利亚一个囝；伫马寮，上帝给玛利亚伊个囝。玛利亚真欢喜，约瑟也真欢喜。玛利亚唱讲：上帝给我一个囝，上帝给我伊个囝，上帝给我耶稣，我的囝是上帝的囝。玛利亚伫马寮真欢喜。看路加第2章第4节到第7节。第3课，雇羊的人找耶稣。这是雇羊的人的故事。雇羊的人要雇因的羊，因按时要雇因的羊，按时因要雇羊，因要雇因的羊。因看见天使，因当时看见天使，因要雇因的羊，因当时看见天使。天使讲：应当有一个儿仔出世，应当伫伯利恒有儿仔出世，应当伫伯利恒耶稣出世，应当伫伯利恒上帝的囝出世。天使讲：雇羊的人免去伯利恒，去伯利恒看儿仔，去伯利恒看上帝的囝。雇羊的人讲：咱应当去伯利恒，咱去伯利恒看儿仔，咱去伯利恒看上帝的囝。上帝的囝出世伫马寮，咱来去马寮看上帝的囝。雇羊的人去伯利恒，因当时去伯利恒，因去伯利恒的马寮，因当时去马寮，因看见约瑟伫马寮，因看见玛利亚伫马寮，因看见耶稣伫马寮。因讲：玛利亚，阮看见天使，天使讲：上帝的囝出世伫伯利恒，耶稣伫伯利恒出世，去看上帝的囝。阮的目睭有看见耶稣，阮的目睭有看见上帝的囝，阮真欢喜。阮的目睭有看见上帝的囝，上帝的囝伫马寮出世，阮的目睭有看见伊，阮的目睭有看见上帝的囝。雇羊的人唱歌，因真欢喜。玛利亚唱歌，伊真欢喜。天使唱歌，因拢真欢喜。
雇羊的人登去雇羊，因当时被雇因的羊，雇羊的人唱歌，因真欢喜，天使唱歌，因真欢喜。看路加第2章第8节到第20节。第4课，博士军队车。这是博士的故事。博士看见一列真光的车，因看见这列车要行，这列真光的车往耶路撒冷行。博士讲，新郎要出世，一个救主要出世。这是新郎的车，这是救主的车。咱着军队新郎的车，咱着军队这列真光的车，这列车往耶路撒冷行。咱着军队这列光车，这列车往耶路撒冷行。咱要军队这列车去新郎车，咱要军队这列车去救主车，这列车往耶路撒冷行。博士军队光的车，光的车往耶路撒冷行，光的车到耶路撒冷，博士到耶路撒冷，因到耶路撒冷，博士去见希律王。博士讲，希律王有新郎出世，阮有看见新郎的真光的车，阮军队这列光的车，阮来看新郎。新郎伫倒位？新郎伫倒位出世？伊伫倒位出世？救主伫倒位出世？希律王伫耶路撒冷的博士，新郎伫倒位出世？希律的博士讲，新郎伫伯利恒出世。希律讲，新郎伫伯利恒出世。博士去伯利恒，因去伯利恒看新郎。这列光车往伯利恒行，博士军队车往伯利恒。光的车到伯利恒，博士对到伯利恒。博士到一间厝，博士看见耶稣甲玛利亚，因看见耶稣甲玛利亚伫厝内。博士讲，耶稣是新郎，伊是救主。新郎出世伫伯利恒，救主出世伫伯利恒。阮爱拜新郎，阮爱拜救主。因有拜耶稣，因有拜救主，因有拜上帝的囝。博士摕物件互耶稣，博士摕物件互新郎，博士摕物件互救主，博士摕物件互上帝的囝。因摕物件互新郎耶稣。博士真欢喜，玛利亚真欢喜，约瑟真欢喜。博士唱讲，阮有看见新郎，阮有看见救主。玛利亚唱歌，约瑟也唱歌。看马太第2章第1节到第11节。第5课，约瑟带耶稣去埃及。博士看见天使，天使甲博士讲，你通转去耶路撒冷，恁转去恁的厝，你通转去耶路撒冷，你通转去希律王家。希律王真受气，希律王爱杀新郎，希律王爱杀耶稣，伊真受气。希律王无爱新的王，希律爱杀新的王，伊真无爱新郎。博士无转去希律王家，因转去因的厝。约瑟看见天使，天使甲约瑟讲，约瑟，希律王真受气，伊爱杀耶稣，伊爱杀新的王，你真受气。恁去埃及，你带玛利亚甲耶稣去埃及，你带人去到埃及，希律爱杀耶稣。约瑟去埃及，伊带耶稣甲玛利亚去埃及。希律王真受气，希律王甲伊的兵仔讲，我爱恁去伯利恒，我爱恁去伯利恒。恁去杀拢总的查甫的仔，恁杀伯利恒拢总的查甫的仔。兵仔去伯利恒，因杀查甫的仔，兵仔杀拢总的查甫的仔。因杀伯利恒拢总的查甫的仔。
耶稣伫埃及，兵仔无杀耶稣，耶稣玛利亚甲约瑟住伫埃及。希律王死去，希律王死伫耶路撒冷。天使甲约瑟讲，希律王死，恁通去住伫哪撒勒？希律王死，伊死去，伊袂杀耶稣。约瑟甲玛利亚讲，咱来去哪撒勒住。伊带玛利亚甲耶稣去住伫哪撒勒。约瑟带玛利亚甲耶稣到哪撒勒。玛利亚、耶稣甲约瑟住伫哪撒勒。看马太第2章第13节到第23节。第6课，耶稣伫圣殿。约瑟、玛利亚甲耶稣去哪撒勒，因住伫哪撒勒。耶稣甲伊丈夫玛利亚甲约瑟住伫哪撒勒。耶稣12岁时，约瑟讲：耶稣着甲阮去耶路撒冷。查甫囡仔12岁时，就去耶路撒冷。耶稣是12岁，逐个查甫囡仔伫12岁的时，爱去耶路撒冷。咱就去赴耶路撒冷的祭。玛利亚讲：逐个12岁的查甫囡仔爱去耶路撒冷，咱生理时就去。约瑟讲：有大祭时，咱就去赴。约瑟、玛利亚甲耶稣去耶路撒冷，因去赴大祭。真侪人去赴大祭，逐个人爱去圣殿赴祭。耶稣入圣殿，伫圣殿有博士。耶稣伫圣殿，伊甲博士讲话。耶稣问因真侪问题，逐个人讲耶稣是12岁，总是伊真老。伊问真老的问题，你是真老的囡仔，因真奇怪，逐个人真奇怪，因拢讲真奇怪，这个囡仔真老。伊问真老的问题，伊真高兴。玛利亚甲约瑟要转去拿撒勒，因在行路的时，因毋知耶稣伫倒位，因毋知耶稣伫圣殿，因伫路中找无耶稣，因真奇怪。因讲耶稣伫倒位，因找无耶稣，因真奇怪。因转去耶路撒冷找耶稣，总是毋知伊伫倒位。因问真侪人，耶稣伫倒位？一个人讲耶稣伫圣殿，伊因朴素的问题，因问因真老的问题，恁的跳真老也真好。玛利亚甲约瑟伫圣殿找到耶稣，伊甲博士伫车，伊应因的问题，因问因真侪真老的问题。玛利亚真奇怪，伊讲：我的囝，你毋知阮有转去，你伫圣殿做生意，你为什么无甲阮转去？耶稣因讲：恁为什么听？恁为什么奇怪？恁为什么毋知我着住伫我的爸厝？这是我的爸厝，总是我通甲恁转去。耶稣、玛利亚甲约瑟转去拿撒勒。玛利亚甲约瑟讲：上帝是耶稣的天父，耶稣伫伊的天父的厝，圣殿是伊的天父的厝。耶稣甲博士讲上帝的话，耶稣是上帝的囝。上帝是伊的天父，上帝互耶稣真老，咱的囡仔是上帝的囝。看路加第2章第39节到第52节。第7课，耶稣受洗礼。这是听洗礼约翰的故事。听洗礼约翰伫约旦河。真侪人来请约翰，伊甲众人讲：恁着悔改恁的罪，受洗礼。伊讲着悔改恁的罪，有真侪人悔改。人悔改时，约翰甲因行洗礼，伊伫约旦河甲真侪人行洗礼。真侪人悔改受洗礼，因若无悔改，
约翰无甲因行洗礼。耶稣替约旦河，耶稣甲约翰讲：我要伫约旦河受洗礼。总是约翰讲：你无罪，你毋免悔改；你无罪，你毋免悔改；你无罪，总是我有罪，你爱甲我行洗礼。总是耶稣讲：我无罪，我毋免悔改，总是我爱受洗礼。约翰甲耶稣落约旦河，约翰伫约旦河甲耶稣行洗礼。有一只粉鸟仔对天落来，粉鸟仔对天落来，上帝的圣灵对天落来，粉鸟仔对天落来，上帝的圣灵对天落来。粉鸟仔到耶稣的头顶，圣灵到耶稣的头顶，对天落来，粉鸟仔到耶稣的头顶，圣灵对天落来，圣灵到耶稣的头顶，对天有声。迄个声是上帝的声，迄个声是耶稣的天父的声，上帝的声讲：这是我所听的囝。上帝的声讲：耶稣是我所听的囝。上帝的声讲：着听我所听的囝，伊是我所听的囝，着听伊。听洗礼约翰听上帝的声，众人听上帝的声。因听上帝讲，这是我所听的囝，着听伊，伊是我所听的囝。约翰甲众人讲，耶稣是上帝的囝，恁着悔改听耶稣，伊会赦免恁的罪。伊是上帝所听的囝，伊对天顶落来赦免恁的罪。众人讲，着听约翰的话。约翰讲，耶稣是上帝的囝。上帝写讲，这是我所听的囝。众人讲，咱着悔改受洗礼，咱着悔改，上帝会赦免咱。上帝要赦免咱的罪，咱爱上帝赦免咱。看马可第1章第4节到第11节。第8课。耶稣受试探。第1试探，耶稣去旷野，伊去曠野祈祷。耶稣伫曠野祈祷的时，魔鬼来曠野试探耶稣。耶稣伫曠野祈祷的时，伊无食，伊40日无食生米。耶稣真枵，伊40日无食面包，伊真枵。人若40日无食，因真枵；人若40日无食生米，因真枵。魔鬼来甲耶稣讲：你40日无食面包，你40日无食生米，你真枵。你点毋是上帝的囝？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叫石头变做面包；石头无变做面包，你毋是上帝的囝。耶稣应魔鬼讲：我无要照这个石头变做面包，我无要练上帝变面包。我的天父命令我照我的天父的命令，我照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讲，人着听我的话。上帝的话讲，你只有着听我的话。上帝无叫我互石头变面包，我无要听魔鬼的话，我只有要听上帝的话。第2、第3个试探。魔鬼带耶稣到圣殿，伊带耶稣到圣殿的顶面。魔鬼甲耶稣伫圣殿的顶面。魔鬼甲耶稣讲：你点是上帝的囝？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对圣殿的顶面跳落去。众人要看你对圣殿的顶面跳落来。众人通知你是上帝的囝，我也通知你是上帝的囝。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对圣殿的顶面跳落去。上帝的话点无讲，天使要用因的手扶你。你若跳落去，天使要扶你；你若跳落去，因要扶你，因要扶你。耶稣应魔鬼讲：
你叫我试探上帝，上帝无命令我跳落去。上帝的话讲，你唔通试探上帝。我无爱对圣边跳落去，我无爱对圣边的顶面跳落去。我只有要听上帝的话，上帝无命令我跳落去。魔鬼带耶稣到山顶，因伫山顶，因对山顶看全世界。魔鬼讲：你对山顶通看全世界，你所看的全世界是我的，你点来我互你全世界，你若拜我要互你全世界。耶稣讲：我无爱拜你，你通试探我，你就离开我。我无要拜你，你就离开我。上帝的话讲，人就拜上帝，只有拜上帝。我只有要拜上帝。老鬼离开耶稣，老鬼离开伊的时，天使来，因摕面包来，天使摕面包互耶稣。上帝的囝受试探，总是伊无罪。看马太第4章第1节到第11节。被祷告，耶稣以好破病人，伫加百农的会堂，耶稣对抗亚基加百农，伊伫加百农的会堂讲道理。伫会堂内有一个患着鬼的人，这个患着鬼的人就讲：耶稣，你为什么来遮？我知你是什么人，你就是上帝的囝。耶稣答鬼讲：鬼，你就离开这个人，鬼就离开伊，这个人就得到医好。这人真奇怪，因讲这是什么关联？耶稣面对鬼。因就听伊的话，耶稣伫加百农的会堂讲道理，因有真侪关联，圣灵充满伊。耶稣有关联伊好破病人，伊讲道理互人听，伊的道理真有关联。加百农的人带真侪破病的人来，因带破病的人到耶稣遐，耶稣医好破病人，这人真奇怪。因讲耶稣的代志，因讲耶稣通医好破病人，伊通医好患着鬼的人。你看，圣灵充满伊，有太高病的人来会堂，伊爱耶稣医好伊。耶稣听太高病的人，耶稣问有太高病的人讲：我通为你做什么代志？太高病的人讲：就你医好我是有太高病。耶稣医好太高病的人，伊医好真侪太高病的人。耶稣伫会堂讲道理，伊互圣灵充满。耶稣离开会堂的时，太高病的人跟对伊，因听耶稣，这人也听伊。伫加百农的一间厝内，耶稣伫加百农的厝内讲道理，有真侪人伫厝内。有4个人带一个变碎的人到耶稣遐，耶稣答伊讲：细仔，你的罪得到赦免啦。有个人伫心内想：耶稣为什么讲你的罪得到赦免啦？人袂通赦免罪，只有上帝会通赦免罪。耶稣在因的心所想，伊就问因讲：恁为什么想问题？我有关联赦免罪，这个人的罪得到赦免啦，上帝赦免伊的罪。耶稣答变碎的人讲：我要医好你，你起来摕你的袍仔转去。变碎的人就起来摕袍仔转去。这人看见伊起来，因看见伊摕袍仔，因看见伊转去。这人受耶稣所做的代志。因受这个代志真奇怪，因讲这个变碎的人起来，伊摕袍仔转去。耶稣伫加百农做奇怪的代志，因讲这个代志互真侪人听。这人讲，耶稣讲，这个人的罪得到赦免啦，我有关联赦罪。因讲耶稣答伊医好，
耶稣叫伊摕袍仔转去，因讲耶稣有权能，伊好犯着几个人。因讲耶稣有权能，伊好诊治病。因讲伊有权能，伊好变水个人。因讲伊有权能，伊好太多。因讲耶稣互圣灵充满，耶稣是上帝个囝。因带告别中个破病人到耶稣遐，耶稣伊好因个病。这人真奇怪，因讲耶稣通伊好破病个人，伊通伊好犯着鬼个人，伊互圣灵充满，伊爱讲耶稣个代志。这人爱讲耶稣个代志。看马可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。第10课，耶稣改变歹个负责人。有一个人甲耶稣讲：“请你来阮厝食饭。”伊请耶稣食饭，伊请耶稣去因厝，伊请耶稣。有一个负责人去迄人个厝，伊以前是好个人，伊是歹个负责人，总是耶稣改变伊，耶稣互伊做好个负责人。伊即马毋是歹个负责人，伊即马是好个负责人。这个负责人到耶稣个脚前，伊要流目屎，伊个目屎滴伫耶稣个骹，伊用目屎拭耶稣个骹，伊浸耶稣个骹，伊流目屎也伫浸耶稣个骹，伊用伊个头毛拭耶稣个骹，伊浸耶稣个骹也用头毛拭。请耶稣个人看这个负责人，伊看负责人要流目屎。伊看负责人个目屎滴伫耶稣个骹，伊看负责人用头毛拭耶稣个骹。这个请耶稣个人想，这是歹个负责人。伊想，这个歹个负责人浸耶稣个骹。伊想，伊个目屎滴伫耶稣个骹。伊想，这个歹个负责人用头毛拭耶稣个骹。伊想，耶稣敢毋知这个负责人是歹。耶稣在迄个人所想的，耶稣答伊讲：“你看这个负责人浸我的骹，你看伊的目屎滴伫我的骹，你看伊用伊的目屎拭我的骹。这个负责人以前做歹，伊以前做歹，总是即马伊有改变，伊的疼心真大，伊的疼心互伊改变，伊的疼心改变伊。”伊的罪即马得到赦免啦，伊以前做歹，即马伊的罪得到赦免啦。我来互你请，你无洗我的骹，你无甲我浸，总是这个负责人浸我的骹，伊的目屎滴伫我的骹，伊用头毛拭我的骹。耶稣甲负责人讲：“你的罪即马得到赦免啦，你的疼心真大。”你的罪即马得到赦免啦，你通转去，你爱听好。看路加第7章第36节到第50节。第11课，耶稣互海涌前征。耶稣甲伊的学生要过海，耶稣甲学生讲：“咱来坐船，咱爱过海。”因坐船。因要过海，因坐船要过海。耶稣在困，伊伫船内底困。有大风来，海涌真大。耶稣在困，伊在困的时有大风，海水破入船，因为风真大，海水破入船。学生真惊，因真惊大风，因真惊海涌，海水被破入船。学生真惊，因看见耶稣在困，因看见伊伫船内底困，因甲耶稣讲：“主啊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！因为海水被破入船，坐起来！因为有大风，坐起来！因为阮真惊。主啊，坐起来！因为阮真惊船内满水。”主甲大风讲：“着静静。”主讲：“大风着静静，耶稣讲大风着静静，
风甲海燕就真清，大风就真清，海燕就真清。学生讲大风真清，海水无破一阵。耶稣问学生讲：恁安怎定？恁无信心安怎定？恁安怎定大风？恁安怎无信心？恁着有信心，毋免听。学生无得听，因知耶稣有权能，因有信心，因有信耶稣。耶稣互海燕真情，耶稣甲伊的学生过海。看马可第4章第35节到41节。第12课，耶稣互一个查某囡仔讲话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去耶稣写讲：我的查某囝破病，你来阮厝，来阮厝医治伊，来医治我的查某囝。耶稣甲管会堂的人讲：好，我要去医治你的查某囝。耶稣在听路的时，有人对会堂写来，迄个人讲：查某囡仔已经死去。破病的查某囡仔已经死去。耶稣甲管会堂的人讲：毋免惊，你着信，我要医治你的查某囝。因到管会堂的人的厝，有真侪人在哭，人伫厝内在哭。因在哭的时，因也在讲：管会堂的人的查某囡仔死去。耶稣问讲：恁等怎哭？遐个人讲：管会堂的人的查某囡仔死去，遐个人流目屎。耶稣讲：管会堂的人的查某囡仔毋是死，是被困。伊是被困，恁毋免哭。遐个人取笑耶稣，因取笑伊讲：查某囡仔毋是被困，是死去。伊已经死去。耶稣叫遐个人拢离开厝来。耶稣甲爸母讲：免着爱心。遐个人拢离开厝，总是因也在取笑，耶稣讲：查某囡仔毋是被困，伊是已经死去。因在取笑耶稣。耶稣入去查某囡仔遐，耶稣看伊的手，甲伊讲：查某囡仔，我命令你起来。耶稣看查某囡仔的手，讲：我命令你起来。耶稣看伊的手，查某囡仔就起来。管会堂的人看见伊的查某囡仔起来，伊看见伊的查某囝讲话，伊的查某囝对死讲话，伊真欢喜看伊的查某囝讲话。管会堂的人讲：我的查某囝已经讲话。耶稣叫伊出来的时，伊讲话。这个查某囡仔死去讲话。遐个人拢真奇怪，因拢讲耶稣是上帝的囝。看马可第5章第22节到第24节，第35节到43节。第13课，耶稣互5000人食饱，真侪人去听耶稣讲道理。真侪人去旷野听耶稣讲道理。耶稣的学生甲耶稣讲：这是旷野，这个人无饼通食，你着叫因转去。耶稣讲：免互因食饼。学生讲：阮的饼无够，安尼要安怎互因食？饼无够，安尼要安怎？耶稣问讲：恁有几块饼？学生讲：阮有5块饼，2尾鱼。耶稣讲：安尼有够，咱通用5块饼，2尾鱼互因食。学生想，5块饼，2尾鱼无够互啥尼侪人食饱？真侪人甲咱伫旷野，5块饼，2尾鱼无够通互因食饱。安尼咱要安怎互因食饱？学生摕5块饼，2尾鱼互耶稣。耶稣感谢上帝，也擘饼，伊感谢上帝，也用手擘饼。
伊感谢上帝也拜时，伊感谢上帝也用手拜时。耶稣甲学生讲爱摕饼互众人，学生摕饼互众人，众人伫食饼，学生摕鱼互众人，众人伫食鱼，因拢食饱。学生看5000人食饱，因看5000人食鱼，5000人拢食饱，5000人感谢耶稣，5000人拢食饱，5000人听耶稣。看马可第6章第34节到第44节。第14课，耶稣行伫海面。有一人，耶稣的学生爱过海，迄人真好天，海真静。学生讲：沿岸真好天，咱沿岸要坐船，咱沿岸要过海。因坐船要过海，迄时有大风，海涌真大。耶稣无坐船，迄时风甲海涌真大。迄时真暗，迄时有大风都真暗，学生真惊，因为真暗，因真惊风甲海涌。耶稣行到人车，耶稣行伫海面，学生看见耶稣行伫海面，因看见耶稣。迄时真暗，总是学生有看见耶稣，因看见耶稣行伫海面，因真惊，因看见耶稣行伫海面的时，因真惊。耶稣讲：是我，毋免惊。彼得讲：互我行伫海面，互我行到你遐。耶稣讲：来，伊互彼得行伫海面。耶稣甲彼得讲：你来。你通行伫海面，彼得开始行，伊开始行伫海面，总是伊看见风真大，伊开始惊，伊开始惊水甲大风，伊开始沉落去。彼得讲：主啊，救我！我开始沉落去，我要沉落去来救我，我要沉落去，我要沉落去，救我，救我！耶稣看彼得的手扶伊，彼得无沉落去。耶稣甲彼得讲：你安怎要行？你安怎无信心？耶稣甲彼得行到船车，因坐船，风静静。学生拢讲耶稣通行伫水面，因为面顶风，伊通医治病人，伊通互五块饼变做真济地。伊通互两尾鱼变做真济尾，伊通改变歹人，伊是上帝的囝。看马太第14章第22节到第33节。第15课，耶稣问：我是什么人？耶稣在祈祷，耶稣的学生甲伊伫咧。耶稣问讲：我是什么人？学生应讲：有人讲你是听说的约翰。耶稣佫问讲：别人讲我是什么人？学生讲：别人讲你是一个先知，也有别人讲你是先知以利亚，佫有别人讲你是先知耶利米，也有人讲你是别个先知。真人讲你是真好的先知。耶稣问讲：我是什么人？伊问讲：恁讲我是什么人？彼得应讲：你是基督，你是基督，真我心的听。你比约翰较大，你是基督，真我心的听。你比以利亚较大，你比耶利米较大，你是基督，真我心的听。你比拢总的先知较大，你是基督，真我心的听。耶稣真欢喜，耶稣甲彼得讲：彼得，你有福气，你有福气，毋是人甲你讲我是基督，是我伫天里的爸甲你讲，你有福气。耶稣甲学生讲：今晚毋通甲别人讲我是基督，今晚毋通甲别人讲我是真活神的囝。看马太
86章83节到20节。86号，耶稣伫耶路撒冷教示人。耶稣伫那时去耶路撒冷，伊去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伊真爱去圣殿，伊真爱去耶路撒冷的圣殿。耶稣大人的时，伊也有去圣殿，伊真爱去圣殿，伊爱读圣经互写的人听。耶稣在用圣经教示人，伊读圣经互人听，伊伫圣殿读圣经，伊在读上帝的律法。伊真老教示人，耶稣知影上帝的话，伊讲这个律法是上帝予咱的。耶稣教示人上帝的律法，伊的教示比法利赛人的教示较好。耶稣真老教示人，伊用上帝的律法教示人，伊教示律法的真理，伊教示人真理。法利赛人无爱听耶稣的教示。法利赛人无爱听真理，法利赛人就边仔掠耶稣，法利赛人甲边仔讲就掠耶稣，耶稣对边仔讲：恁知影上帝找我来，我的话是真理，我的话是神的话，上帝找我来教示人，上帝找我来甲恁讲真理。边仔无掠耶稣，边仔无带耶稣到法利赛人遐。法利赛人问讲：恁安怎无掠耶稣？边仔讲：无人亲像耶稣写老讲，阮知影耶稣的教示是真好。边仔讲：耶稣读上帝的话互阮听，无人亲像耶稣写老讲上帝的话，无人亲像耶稣写老讲真理，无人亲像耶稣写年老。这人讲耶稣教示因真理。因爱知影上帝的话，正人讲耶稣的教示无亲像别人的，伊用圣经教示阮知影伊的话是真理。看约翰第7章第14节到第52节。第17号，法利赛人叫耶稣定一个负责人的罪。耶稣过来圣殿，真人来听伊的教示，伊真侪日伫圣殿教示人，因常常来听伊，因听耶稣。法利赛人爱试耶稣，因讲耶稣伫圣殿，咱通用问题试伊。因有带一个歹的负责人来，因甲耶稣讲：阮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这个负责人做歹，因有丈夫。总是伊甲别人大，伊真歹，阮就用石头定伊嘛。耶稣拢无讲心里话，法利赛人讲，阮有掠即个负责人来，咱的律法面顶，咱用石头定伊，伊有犯罪。咱的律法面顶，咱用石头定死即个歹的负责人。咱的律法面顶，咱定死伊，你面顶阮安怎？伊甲别人大。你有面顶阮用石头定死伊吗？你安怎定伊的罪？耶稣看下骹，伊无爱听即个代志。法利赛人真侪摆问耶稣，因爱试耶稣。法利赛人问：阮就用石头定死即个做歹的负责人吗？耶稣甲法利赛人讲：恁若有人无犯罪，伊通先用石头定死伊。耶稣看下骹，有一个法利赛人离开圣殿，以后搁一个人离开，以后搁有一个人离开，因拢转去，法利赛人拢离开圣殿，只有耶稣甲迄个负责人伫遐。耶稣问伊讲：定你的罪的人伫倒位？因去倒位，点无人定你的罪。负责人讲：主啊，无人定我的罪。耶稣讲：我也无要定你的罪。你转去甲你的丈夫住，转去唔通过犯罪。看约翰第8章第3节到第11节。第18课，
耶稣伊好一个青梅人。有一摆，耶稣伫耶路撒冷，伊伫行路，伊有看见一个青梅人伫路边，这个人出世就是青梅。耶稣的学生看见青梅人，因甲耶稣讲：伫路边有一个青梅人，伊出世就青梅，伊安怎青梅？是因为伊犯罪吗？是因为伊的爸母犯罪吗？什么人犯罪？伊打死伊的爸母，伊有犯罪吗？耶稣因讲，这个人无犯罪，这个人的爸母也无犯罪，伊的青梅互恁通看见上帝的权能。耶稣跪烂伫涂骹，伊用土甲喙烂抹青梅人的目睭。耶稣甲青梅人讲：你天时的地洗目睭。这个青梅人知影耶稣跪烂伫涂骹，伊知影耶稣用土甲喙烂抹伊的目睭。伊听耶稣讲：你天时的地洗目睭。这个青梅人天地洗伊的目睭，伊转来的时，伊已经未看见。伊洗伊的目睭的时，伊有看见。伊的厝边看见这个人在走路，因讲即马这个人有看见。厝边问伊的爸母讲：这个在走路的人将是恁的囝，伊安怎有看见？伊的爸母甲厝边讲：这是阮的囝，我毋知伊安怎有看见。恁问伊，我毋知。厝边问这个以前青梅的人讲：你安怎有看见？你以前青梅，你安怎有看见？你甲阮讲。青梅人讲：有一个人叫做耶稣，伊跪烂伫涂骹，伊用土甲喙烂抹我的目睭，伊叫我天地洗目睭，我去洗，我就有看见。厝边讲：耶稣跪烂伫涂骹，耶稣用喙烂甲土抹你的目睭，你就有看见。阮听讲耶稣是有罪的人。青梅人讲：毋是，耶稣毋是有罪的人。上帝无听有罪的人，有罪的人点抗伊好出世就青梅的。耶稣是对上帝来，伊是好人。耶稣伊好我的目睭，我以前青梅，即马会看见。伊提拜耶稣，看约翰第9章第1节到第38节。第19课，70个学生去引带人，真侪人群对耶稣，因做耶稣的学生。耶稣甲因讲：通修行的是真侪，通修行的是真侪，总是做工的无真侪。恁就知道，就上帝派人去修行。我即马派恁去修行，我顶选恁做我的工。耶稣派学生去引带人信义。耶稣拣选70个人，伊拣选人先去伊以后要去的所在。伊甲70个学生讲：我拣选恁70个人，我派恁去引带人来信，我派恁先去我以后要去的所在。恁去的所在就伊敌人。我拣选恁，因为恁有信心。我派恁去的所在，恁就引带人信我，也就甲人讲上帝的国近啦。恁就叫人悔改，因为上帝的国近啦。恁以后就转来甲我讲恁所做的工。耶稣就派70个学生先去伊以后要去的所在。70个学生去做耶稣的工，因伊好破病的人，因引带人信耶稣，因讲就悔改，上帝的国近啦。70个学生转去耶稣写，因真快乐。耶稣看因真快乐，因甲耶稣讲：阮真欢喜，阮真快乐，阮真爱做你的工。阮甲众人讲，要悔改，上帝的国近啦。真侪普通的人有悔改，普通人真欢喜听阮。阮用你的名鬼就离开。耶稣真欢喜，伊讲：我真快乐，因为魔鬼死，我看见魔鬼对天顶落来。我真欢喜，因为恁给伊好破病人。
我真快乐，因为恁教人讲上帝的国真大。我真欢喜，因为恁引带人悔改。恁有通因为跪听恁的话快乐，恁就欢喜，因为恁的名记伫天顶。以后耶稣祈祷，伊讲：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恁是引带到的人圣地，你引带普通人。我真欢喜，因为你疼普通人，你互普通人知影你的代志，普通人听你因有悔改。上帝，你的国是因的。看路加第10章第1节到第22节。第20课，律法实在的意思。有一日，耶稣的学生在食饭，因无水通洗手。有几个法利赛人看因食饭，因知影学生无先洗手。像犹太人的律法，无先洗手未通食饭。这个法利赛人甲耶稣讲：咱犹太人若无先洗手未通食饭，你的学生也是犹太人。因为什么无洗手就食饭？因为什么无洗手？因无遵守犹太人的律法。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是真要紧。耶稣答应讲：我的学生无洗手食饭是无要紧，较要紧是遵守律法实在的意思。恁无遵守律法实在的意思，恁无爱遵守律法实在的意思。恁洗恁的手，无洗恁的心，恁的心垃圾。入人的嘴的食物被互人垃圾，对嘴所讲的话会互人垃圾。人的心也垃圾，人所讲的话也垃圾。总是入人的嘴的食物被互人垃圾。恁受遵守律法是要紧，总是遵守律法实在的意思是较要紧。恁是亲像一个人洗后仔的外面，无洗内面；洗后仔的外面，无洗内面，是无路用。内面若无清气，食物也无清气。只有洗外面无路用。恁的心若清气，恁通遵守律法；恁的心若清气，食物袂互恁垃圾。所以恁着遵守律法实在的意思。恁爱互心清气。学生就知影食物拢是通食，食物袂互人垃圾。因知影上帝爱人遵守律法实在的意思。看马可第7章第1节到第23节。第21课，耶稣教是学生祈祷。耶稣常常家己去一个所在祈祷。伊爱甲伊的天父讲话。有一日，伊家己在祈祷的时，伊的学生找到伊，领导耶稣讲：你常常家己去祈祷，今仔日甲是阮祈祷。耶稣讲：恁就常常祈祷，总是恁祈祷的时，如通伫大路的所在，互人通看见恁。恁就家己去一个所在，甲恁的天父祈祷。恁的天父要听恁的祈祷，恁就安尼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这个歹的。因为国、万灵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人若得罪恁，恁就赦免人的辜负；恁若赦免人的辜负，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的辜负。恁若无赦免人的辜负，恁的天父也无要赦免恁的辜负。恁就赦免得罪恁的人。若有人得罪恁，恁无赦免伊的唔对，恁的天父也无要赦免恁，所以就赦免得罪恁的人。恁若有得罪人，恁就悔改。恁唔通常常受恁今仔日要食什么、穿什么，恁今仔日就受上帝的代志，逐日受上帝的代志，唔通常常受要穿什么。
上帝要互恁食米甲衫，恁着受别人所需要的。因需要的时，恁着互因饭甲衫。恁互人饭若是衫的时，就通互别人看见。恁家己互因，恁的天父要看见恁所做的，上帝会欢喜恁。看马太第6章第1节到第4节、第9节到第15节、第30节到第32节。